并且业母公司 Meta 伫川普顶一届2020年做总统的时，因为 Meta 甲 IG 啊，佮 WhatsApp 这两个社群平台买落来，结合政府指控讲因高占市场规划放弃。即马这个案件伫华府开庭审理 ，Meta 执行长有真心出庭，也若未来 Meta 方裁定违法，安尼这两个平台就爱卖互别人。深色西装穿空色领大 Meta 执行长萨克伯格，美当时间14伫华府出庭作证。伊面对是美国联邦政府专门对科技头人反独占调查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Meta Platforms is facing what might be the biggest legal challenge in its history. 这个伫2020年川普头一个总统任期就提出的法律诉讼案件，是针对 Meta 伫2012年甲2014年开$90亿美金评估 Instagram 甲 WhatsApp 的行为。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指控，评估了后的 Meta 伫市场上大，差不多无对手。Meta 的法务长是应讲 ，FTC 是伫合作科技投资，因评估是为了创新，甲提升用户的体验。FTC 佮引用萨克伯格过去的内部邮件讲，伊捌表示评估 Instagram 是为了百度可能的竞争对手。佮再讲，市场除了 Snapchat， 伫甲亲友分享内容的平台无替代选项，认定 Meta 独占。Only a few companies like Snapchat are considered rivals. Meta is saying that their rivals include YouTube and TikTok and even Apple's iMessage. 这项庭审预定进行到7月，若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胜诉，会进入第2阶段听证。连做到尾啊 ，Meta 也是去人认定独占市场，伊爱被逼卖 Instagram 加 WhatsApp， 安尼 Meta 的营收就会差真济。So Meta would only have basically its Facebook and AI business. This would be a huge blow for Meta because it's estimated that about 50% of its advertising revenue comes from Instagram. Meta 这个案件不只有市场的指标意义，是美国政府对科技头人的独占调查。另外，也有亚马逊、苹果加 Google 等伫进行。另外，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15月针对 Google 伫日本的安卓手机啊等强装家己的应用程式，佮百度竞争超出严禁的独占行为，发布百度措施的命令，佮要求限期改善。这原来是日本头一届对独占市场的美国科技头人开刀。公司新闻，洪志伟编译。